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申命记23章第21节到24章第10节到15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偏见。英语的偏见应该是 preconception。圣经的中文翻译做偏见的 NIV 的翻译是用 favoritism。咱应该是讲偏爱啦吼。这是一种真特别的角度来思考。事实上，偏爱就是对偏见的基础来。有偏见就有无同款的偏好，还是偏爱，或者是咱讲对特别对某一个人无介意的对象。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中间，第一对双生仔以扫甲雅各，这对兄弟的问题都出自伊的老爸母，因逐个人拢有家己的偏见、偏爱，也因此造成家庭兄弟中间的无和睦。伫今日的经文《申命記》23章21節到24章第10節到15節，提到幾項的代志。这中间有血缘的问题。摩西来告诫以色列人，都要信息唔通拖延，无行愿就是得罪上帝。这个概念伫马勒比书嘛出现，这是有关伫11奉献的教导中间马勒比书第3章的经文，安尼讲。我问恁，人会当欺骗上帝吗？当然袂使。但是恁欺骗上帝，恁问，阮伫倒位欺骗你？我讲，就伫应该会献的1/10中间来欺骗。咒诅要临到恁所有的人，因为全国拢咧欺骗我。和合本的翻译欺骗伫遮咧讲到来夺取上帝的物，恁竟然夺取我的供物，就是迄个奉献。恁却安尼讲，我伫什么代志顶悬来强夺你的供物？就是伫应该纳的1/10，伫应该献的供物顶悬，因为恁通国的人拢来强夺我的供物，甲咒诅要临到伫恁的身上。然后咱看到讲界定需要，也是想要爱。23章的24节到25节。提到着讲，人若经过人的家的泡汤园，也是这个卖田，会通用手来挽葡萄，也是这个卖水来食。但是袂当带拿，也是用镰刀去割去摕。这个记载，咱会当来联想着路德记的记载的情形。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伫经过一片卖田，因为腹肚枵，就顺手来摘这个卖水来食。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12章第1节。事实上，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学习着侪埃及无好的文化甲作为。
而且呢，因伫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其实因是非常的瘦的，因含食的、啉的都有，但是都拢无。所以因为安尼的规定，就要互因伫需要的时阵会通得到氧气，但袂当用满足你家己想要爱，因为若到这个程度就牵涉到淘汰啊。佮提到着借贷的问题，24章就讲到借贷的部分，虽然借款人有权利，但是犹原有限制。圣经禁止因袂当进入伫借贷人的厝来强夺摕抵押的物件。安尼规定不但是文明，嘛更较是来告这个劝诫有钱的人，毋通对送向人有偏见。不但安尼，如果因拄着送向人，就袂当将抵押品留到伫过工。这是为着自身，为着疼人的缘故。那安尼做，上帝才会欢喜。对伫过工，毋通剥削。就算是讲因送向的，也袂当另外来看待。特别是有外侨，还是讲出外的人做过工的时阵，袂当有偏见。需要当日就付互因应该得的工资，若无你就有罪啊！咱知人是感情的动物，总是会有喜爱也是厌恶的问题出现。因此，基督徒需要被提醒，对伫人毋通有偏爱、有偏见。耶稣基督捌伫山顶的假释中间，伫马太福音第5章咧讲：说使恁只有爱遐爱恁的人，上帝要安怎会甲恁想呢？含遐会扣税嘛拢安尼做。说使恁只有朋友来拍招呼，佮有啥物了不起的呢？含这异教徒伊嘛安尼做。如果敢若也爱遐会对咱好的，就无啥物通去讲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拢会安尼做。更是因为上帝伊无偏袒人。耶稣基督讲，但是我甲恁讲，要爱去爱恁的对敌，因为为着要迫害恁的人的祈祷，安尼恁才会通做天父的儿女。因为天使予日头照好人，嘛照样来照歹人；降雨予行好的人，嘛予做恶的人。所以因此，咱知影偏见是上帝所不欢喜的事。偏见就是违背上帝咧做的上帝的道路，就是得罪上帝。咱告诉安尼提醒，阮兄弟姊妹啊，既然恁是阮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就袂通凭着人的外表，袂当用无共款的态度来待人。伫生命记是共款的教导，雅各嘛谴责遐个巴结有钱人，看袂起甚至欺负送向的人。这个人，这不但是这个法律所无容允的，更加是上帝所无容允的信用态度。雅各所讲的话，恁若遵趁圣经所记载，疼人亲像家己，迄个新的国度的法则，迄就对啊。但是恁若凭着人的外表来对待人，迄就是犯罪。法律要判定恁是犯法的。什么人违背法律中间一条的诫命，就等于违背全部的法律。因为迄位命令讲袂当
惊奸淫的，也就是讲袂当杀人的，无就算你无犯奸淫，你杀人就是违背律法。既然恁要受到遐个人的自由的法则所审判，恁的言行也着爱符合这个标准。因为上帝审判时阵，袂会用人慈对待遐无人慈的人，但是人慈是赢过审判的，不但袂会欺负欺压，搁较着爱进一步去疼遮个人。诗篇119篇第9节96节，少年人着怎样互生活来纯洁？着遵行你的话，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上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。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，你所讲一切的规律，我用嘴出声念。我意爱你的教示，亲像人意爱大财富。我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重视你的道路。我意爱你的命令，袂记得你的话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无用外表来看人、待人，互阮来学习用上帝眼光来看人。因为主讲，我看人无看外表，是看内心。求主帮助阮去帮助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